大家好，又嚟到咧例會嘅時間喎。今個月咧就先咧想介紹下咧我哋咧中心咧嚟咗一位咧實習嘅社工馮先生，係啦。咁如果你過嚟中心咧，你就會應該咧最近都會見到佢，因為佢已經喺5月中開始咧已經過嚟㗎啦。佢咧就係嚟自咧沙田嘅香港專業學院嘅，咁佢嘅實習期咧就會去到7月中。咁大家密切留意咯喎，因為佢會喺6月呢段時間開始咧都會有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啦，可能有啲講座啦、工作坊啦。同埋咧都會有啲小組活動嘅，咁歡迎大家參加。好，咁第二樣嘢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咧一啲新聞嘅資訊喎。咁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同你哋咧都息息相關，就係咧過往你哋平時咧都會可能去醫院度可能會做啲覆診啊、檢查啊，咁有時都會收到咧醫院嘅電話嘅咪。咁咧好多時咧有人就同我哋分享話，醫院嘅電話咧都好難辨認啊，有時咧有3字頭，所以咧由今年咧2026年5月26號開始咧，醫管局咧都實施咗一個新嘅措施，就係將佢哋轄下咧嘅公立醫院啦、家庭醫學中心啦、啲專科門診，所有呢啲嘅機構咧嘅電話號碼都會變成咧1828開頭嘅。咁咧有一部分咧就係18285。XX 係啦，有啲就係18286XX，咁咧就總共咧係7個號碼嘅 number 嚟嘅，咁就比較特別少少啦，係啦，咁啊大家留意喎，唔好咧因為咧擔心呢啲咧係詐騙電話而唔聽喎，咁而醫管局咧亦都出咗一啲嘅資訊咧，就係話咗俾我哋聽咧，邊啲醫院咧個電話號碼係來電顯示嘅時候會係咩號碼嘅，咁大家咧可以留翻嗰個資訊去睇翻啦，咁樣。好，跟住落嚟咧就好開心咧，想同大家分享咧，我哋中心咧成功咧申請到咧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嘅資助。咁喺嚟緊7月份咧就會開展一個為期2年嘅計劃啦。咁計劃名稱咧就係 AI 智老友，係啦。咁講明咧就 AI 啦。咁而家我知道咧好多長者咧都好有興趣嘅，因為新聞咧都成日都講啦，喺我哋日常生活都充滿咗好多嘅 AI 嘅工具啦。咁到底係啲咩嚟咧？咁我哋都想咧，我哋嘅長者咧就跟得上潮流啦，知道多啲新嘅資訊，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下啦。我哋咧喺7月20號咧就有第一彈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我哋會邀請咗咧即係一啲綜合科技嘅資訊嘅朋友啦，過嚟同我哋分享咧，就到底 AI 係一啲咩嚟咧？點樣去融入喺我哋長者生活裏邊咧？一個簡單嘅介紹啦。咁跟住咧，我哋有第2彈嘅活動喎，就會喺7月中嘅時候同埋8月嘅時候咧，我哋會邀請到幾位一啲青少年嘅義工咧，就過嚟同啲長者咧一齊咧，就透過啲 AI 嘅程式咧去做一啲繪畫嘅活動嘅，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喺呢方面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嘅資訊啦。咁好，咁啊，跟住咧就再開心啲咯喎，跟住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公佈下咧，唔知有冇留意到我哋中心咧就40週年係咪？係啦，應該好多朋友咧之前都聽到我哋呢有啲預告嗰啲介紹，甚至咧喺我哋中心嗰邊出邊門口咧都見到有一個新嘅佈置喎。咁咧都想介紹下咧，今個月份咧都有一個叫40+拼畫工作坊，係啦，咁咧就會係7月7號星期2嚟嘅，就費用全面，咁啊歡迎大家一齊咧就畫下畫作，我哋同事咧就好有心思咁啊會嚟緊咧將大啲畫作咧就獨一無二嘅畫都可以拼成一個大嘅畫作咧，咁咧一齊我哋慶祝40週年嘅。好，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咧就宣佈下一樣，即係大家過去咧好努力咗1年嘅成果啦。咁咧就係咧福岡學堂2025至26年咧嘅成績表啦。咁咧我哋過去1年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咧舉辦好多唔同嘅課程啦，都希望咧長者咧都多啲嘅學習啦，活到老學到老嘅精神繼續落去。咁而嚟緊咧，我哋會喺7月29號星期3咧就上晝咧就會咧舉辦一個日營啦，就咧係嚟到咧係慶祝大家咧今年嘅收業禮嘅。咁如果你係過去嘅2025至26年嘅學員咧，咁咧應該會喺我哋嘅月表度都會見到咧你得獎嘅名單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哋會咧個別通知你哋參加嘅咁樣。咁啊，仲有一個活動咧，想提醒大家，另一個活動咧就係關於咧我哋咧今年咧申請到華永會嘅基金啦，就贊助咧我哋一個園藝啟迪嘅生命教育嘅活動啦。咁咧嚟緊咧會喺7月8號係啦，星期3就會有一個生命之旅探索日嘅。咁個內容咧就會係咧參觀將軍澳嘅墳場啦，然後咧中午咧就會食一個午餐，再去咧方舟生命教育館度遊覽嘅。咁成個活動咧都係費用全面。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剔翻我哋嘅今期嘅抽籤飛。好，咁最後咧都提醒下大家啦。咁活動嘅抽籤咧飛咧就記得咧喺6月22號係啦，就下晝5點鐘之前咧就攞翻嚟，就入翻落我哋中心嘅抽籤箱裏邊喎。咁我哋嘅活動咧就會喺7月3號咧上晝10點鐘咧就公佈個
抽籤結果嘅。係啦，最後再有一個提醒，今年咧係而家係6月份係咪？係啦，咁啊記得咯喎，如果咧你係上年係我哋嘅會員咧，我哋今年咧有一個40週年嘅特別嘅優惠事項啦，就係咧慶祝我哋40週年咧，我哋嘅續會費咧係免1年嘅咁。但係咧必須要喺咧6月30號之前就嚟中心辦理呢個續會手續啦。咁需要帶同你嘅會員證啦，需要更新你嘅資料嘅話，就要通知我哋啦。同埋咧要過嚟影一張靚相嘅，係啦。咁所以咧麻煩你，如果你係過去會員，記得6月30號之前就需要嚟辦理手續，先可以有呢個優惠嘅。好，咁今期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好多謝晒大家，好，拜拜。